因為大雨影響，花蓮萬里溪幫山湖黃色警戒，目前這水位是穩定滿出來，百體完整。花蓮萬榮鳳林已經啟動應變機制，嘛提醒警戒區內底居民隨時準備撤離。大家不要驚慌。警察車佇部落的巷仔內底巡邏，透過廣播呼籲居民趕緊把貴重的物件收收咧，準備撤離。受到低壓帶甲西南風的影響，花蓮萬里溪水頭幫山湖的水位因為落雨直加懸。8月23下晡3點發布黃色警戒的通報，萬榮鄉公所人員甲鳳林分局警察唔敢大意，接到通知了後，隨去到警示區域內底廣播甲宣導，要求民眾包好啊款款的準備避難。那現在黃色的警戒來講。照理講是應該是我們老弱以及我們的高齡者，我們要先行的告知，叫他們做準備的動作。鳳林鎮公所接到通知了後，遂開設二級災害應變中心，因為拄啊好是休困日，而且熊有代誌，目前已經甲國軍申請兵力、救護車甲警力支援，預計上緊就要8月早起連日到位，才會正式展開相關撤離行動。也毋過鎮長也強調，若准支援兵力甲警察提早進駐，無排除看實際狀況提早撤離。最主要的，你現在發射黃色警戒，你的下一量如果持續增加，那可能就發布紅色警戒，那撤離就是好，沒有任何的懸念。根據監測統計，一直到8月24透早5點半，萬里溪幫山湖水位有1088.1公尺，蓄水量是551.57萬立方公尺，湖水穩定溢流，百體維持完整。水量對水尾影響的範圍暫時還閣控制在河道以內。後續要緊急撤離、強制處理，也是解除警戒，會看實際落雨的量，還閣有支援能力到位的狀況。記者綜合報道。